来学姜母鸭？我会想吃啊！啊？我想吃啊！你会想吃啊？对。所以你想吃是你回家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煮吃吗？对啊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想吃想学？因为就是想吃不一样的口味啊，因为平常比较好吃到这种口味嘛，我就想学啊，以后可以自己煮来吃啊。所以这个是你在自立生活的一环吗？请问这个是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也想要满足自己的口味吧。你平常就吃不到，去外面就比较不方便。你来你家是那个啥自我选择。对吧？然后你们就今天就分了3组哈，我相信你们自我选择，然后自我决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讲，最后的时候要自我负责。听说今天有煮姜母鸭的，有做果冻的，然后千层什么千层派的，所以你自我选择、自我决定，然后自我什么？最后负责。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事实上我想你们难得这样出来，那你们其实可以说好，我家里的环境之后我有什么可以学习？你取舍的时候，回家的时候可以去稍微修改一下的时候，你在家里的时候，其实就会什么更自在的自己生活。对。透过这样的体验，其实教育了说，其实就是真的在教育他们一个自立生活的观念。对，像我们现在很提倡自立生活精神，可是我们要如何从实做下去，让他们学习？那我觉得带他们来这边体验，其实就是一个最实质的教育。其实最常遇到就是说，我常会说，那我们出门你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？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太了解他们需要人家协助什么，因为在家里可能家人就是都会帮他们做好的，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会碰到什么问题。对，然后其实像我们透过这次这样子出来，他就会知道说，我这样如果我在外面自己在外面活动啊，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对，这其实也是一个对自我认识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成长。